祝大家平安健康。嗱，一個今節講一家啲，簽人數14、37咁樣講到，心中裏有甜嘅心，自家嘅身體都得到舒服。但係講要唔感人嘅心，乜嘢嘅骨頭都潮，乜嘅意思呢？自家嘅心中啊要喜樂，要歡喜，要快樂，自家嘅身體都得到舒服。係講你心中了唔感人的衝動，就表示一個平通咯，你都變到一個叫嚟叫去變秋風，變成雙平。所以嚟講，一個經濟同自家啲唔感人嘅心，咪搣出自家嘅骨頭潮，骨頭潮嚟講，就會表示相當平了。嗱，然後呢一個菲律賓詩題是這樣講自家啲思想自家而有喜樂。在上帝裏面，加熱另外講呢啲，有喜樂在上帝裏面。嗱，係講自家心中有喜樂，熱天自家嘅身體得到舒服，自家嘅生命中知道要平安，要快樂，你行到呢一個生活。所以呢一個經節提醒自家唔好有唔感人嘅心，你都創造。因為咧，菲律賓詩第6節一樣人講到，應該自家唔好腳。係嘛嘅事都好，但係自家係獻出自家心中對呢啲講上帝啲，自家愛嘅，自家禱告求上帝，及自家嘅感恩嘅心嚟求上帝。嗱，這樣人自家係講要乜嘅苦衷，要乜嘅痛苦，自家嚟傳出講本上帝聽，自家禱告及上帝。自家你心中呢啲愛買嘅嘢，是有買嘅嘢，自家講上帝啲。但係唔好要唔感人嘅心，就要感恩嘅心，自家嚟到上帝嘅面前。所以你講嘅菲律賓詩提出一超用人講自家啲，一個平安超過自家嘅思想，超過自家嘅心中，在耶穌基督雖然自家，在用人自家嘅心中，思想啊要喜樂，思想啊要開心，自家嘅身體得到舒服。但係呢，一個平安，一個快樂，包圍自家嘅思想。超過自家嘅心中，熱天自家得到快樂，身體得到舒服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